欢迎收听8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0章30到42节，这就是他上主拣选的以色列王大卫。这是一个形塑的过程，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信心的旅程。而今天的这段旅程来到了离开不平安。在这段经文当中，今天我们会读到许多在人的意念里面好像是要被离弃，好像是不平安，然而在上主我们的主他的意念里面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一起来读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一个环境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困难或挑战，甚至它就是个困境时，不要忘记上主的心意，耶和华的心意是要赏赐我们平安的意念。而这样的平安不是在一帆风顺中经历的那种平安，不只是，而是不论我们在好的不好的高山低谷的环境风浪中，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安定，仍然能够安稳，仍然能够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主的引领。今天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以民间信仰来说，今天就是俗称的鬼门关。好兄弟在这样的日子呢，都要回到阴间，只要在这一天呢，不要触犯这些禁忌，我们就会得着平安，因为他们1年1度只出来这段时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只要不触犯这些禁忌，人就因此有平安了吗？有一位弟兄，他笃信这个民间宗教，然后因着他的岳母有一次真是经历到意外的死亡，他开始研究这个灵界的现象，因为他在这个死亡的现场竟然发现有2张符咒，就在这2个交通工具的排气管里面。他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于是他想要了解这样的灵界现象属灵原则到底是什么。结果没有了解没事，越了解之后心里越是怎么样？心里就是越来越不平安啊。就在这个不平安里面，他更去寻求灵验的有办法消灾解厄的，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竟然是被下了降头，到一个程度是有一次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往大卡车那边冲撞过去。在寻求平安的道路上，很多的时候因着人的限制，因着我们寻求到的不是从上主来的平安，因为我们寻求错了，寻求不是那位创造主，不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反倒让人经历更深的恐惧。扫罗面对自己不寻求主，寻求自己的平安，他想要透过杀害大卫来得着这份平安，结果越追杀，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更是看到，越追杀显得自己好像越歇斯底里，越追杀好像显得自己越没安全感，越追杀好像我是为了约拿单的王位在着想，可是其实是为了自己想要自己持盈保泰，所以用这样不公义的方式来对待大卫，结果换来的是自己的心里面更加的恐惧。然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今天20章我们终于看见大卫的反应。他先是不解为什么扫罗要杀他，当然以大卫我们后来认识，我们就会知道他其实心里有数啊。然而他在这心里有数中，他是选择一个方向，就是
他选择尊主为大，他选择在上主的保守中，他选择离开那个让他不平安的环境。而我们都知道，他能够离开这个王宫，能够离开扫罗的追杀，是因着上主他特别的安排。他透过约拿单，透过米甲，透过这扫罗的一对儿女，来帮助大卫离开那个不平安，让他继续能够生存下去。我们也看到接下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当大卫他真实的知道，透过约拿单带领这个童子，带领这个仆人，用射箭在那里说出那个密语，说箭还在前面，不要站在那里，快跑。他就知道他真的是确定扫罗要杀害他了。就在那样的情况中，大卫跟约拿单原本是可以是战场上的好兄弟，生活上的好兄弟，甚至在扫罗的带领中，他们是两个非常杰出的青年才俊，却因着扫罗寻求自己的平安而失去这样的一个祝福。大卫就在上主的保守中，今天的经文最后说到，约拿单和他彼此道别，约拿单对他说，平安的去吧，上主一定会使你我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之间的誓约。于是大卫离开了，约拿单也回到城里，回到他的家中。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什么使我们的生命会有不平安？是这个环境的得罪神？是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缺乏得罪神吗？而上主他如何透过约拿单和大卫的行动，启示人如何走在他的平安当中呢？我们都很知道，平安不仅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当中与人与这位上主的平衡。人成为一个人，而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他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大卫在这时候离开不平安的环境，然而他要去到的地方就真实有平安吗？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卫所走的每一个脚步，在接下来其实以人来想象都会觉得很不平安。然而他能够平安，其实是因着他信靠上主。恳求主帮助我们，越是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我们更是要寻求上主的话语，寻求上主的心意，离开那个让我们不平安的思想、意念、行动环境，使我们能够走在他为我们预备使我们平静安稳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生命中的约拿单，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生命中那成为我们帮助的人。如同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见证，主，你透过这个弟兄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来告诉他，原来还有一位他不认识的上主能够帮助他赶除他生命中的这些思想意念不属神的，赶除这些人以为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些鬼魅。主，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样你祝福他的生命，让他认识了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你今天也向我们说话，主，你胜过死亡权势，你胜过阴间，你掌管天地万物，你突破这些禁忌，因为我们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里祷告，恳求主你也在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主你平安的意念就临到每一个听 Podcast 的人的身上，
因为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平安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是有方向的，是有那个确实从你来的信心跟喜乐的。主，我们感谢你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正像是大卫正处于在那不平安的环境中，恳求主你来指引，来带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前行，如何离开。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持续的带领我们，不受这些民俗，不受自己的文化，不受自己的思想所捆绑，所辖制，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你要释放我们，得着那从你来天上的赐福，天上的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那个从主来的判断力、眼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辨识出什么是使我们平安的原因，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寻求从主来的公义、信实、爱，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活出从他来的盼望。我是思宪牧师，我们明天见。